顶下美国总统 Trump 昨昏伫 CNBC 的节目当中，伊是表示，上紧伫后礼拜就要公布半导体和晶片的新关税，因为希望这拢是美国制造。有媒体嘛报讲，Trump 搁伫节目当中讲到讲，台积电会伫亚利桑那投资美金3000亿，这个数字等于是原本1650亿加要一倍。不过呢，外界即马唔知影 Trump 这个数字是对倒位来的。 美国总统川普找我讲，上紧后礼拜要公布对半导体加晶片的新关税。伊是一个 CNBC 节目专访时阵讲，将会就半导体加晶片发广告，这是一个个别的类别，因为美国希望伊是美国制造，抑个全世界上先进的半导体，绝大部分拢是来自台积电的所在地台湾，客户包括苹果、辉达、高通加超微半导体。 苹果社报道，川普一直强调利用关税刺激本土制造业的投资，包括晶片生产。伊找我俄罗台积电扩大伫美国市场的计划。伊讲，美国有世界上上大来自台湾的公司伫亚利桑那州投资3000亿美金，去世界上上大的晶片加半导体工厂。 苹果社讲，也无清楚川普所引用的数字来源。台积电按算伫咧未来几年总投资1650亿美金，伫咧亚利桑那州起6个先进的半导体工厂，2座先进封装设施，抑有一个主要研发团队中心。因为数字前后无共款，苹果社向台积电加白宫要求证明，但是双方拢无立刻回复相关的讲法。台积电是伫今年3月宣布，要伫美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。 总投资金额会到1650亿美金。这项扩大投资包括起3座新晶圆厂、2座先进封装设施，也有一间主要研发团队中心。这个专案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案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